来关心台北市政社命案的上新的发展，检方突破吴姓姓吴的住持等等3个人的新房，了解案情。彰北院裁定姓吴的住持等等3个人，分别以50到70万交保，而且拢爱受科技监控。也那专案的主嫌作家王允目前继续羁押。莫动手！地无啊，民用要抓条例，行出大门，赶紧离开法院，面对问题拢无讲话。一个党员穿过车路，无愿意受访，伊就是假借台北政社命案的姓吴女主持，以台北地院裁定伊60万交保。原姓李的查甫信徒50万交保，姓姜的女信徒70万交保。这命案发生在去年7月，生出来查某人是伫政社内底。警方查出，伊疑似遭到外力打击，因为幸运机用解情死亡。疑似协助用塞车运送生出来查某人3人，为去年被羁押。传出检方到达公判心房接案司法经过，背后主嫌疑似就是作家王允。被捕色的长头毛行入警备车，进前被提审，要让大家知影伊的庐山真面目。王允羁押期限到3月7日，而且传出伊面对侦讯，坚持无要认罪，公诉被当就轻。警方无排除搁提审证人李伟红某，调查清楚案情，让真相水落石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